美麗華旅遊北京直航豪華5天團 CBJB05，第一日我哋會坐3個鐘頭飛機由香港去北京。到埗之後，我哋會先去王府井大街，呢度歷史悠久，好似東安市場咁，喺清朝末年已經建成噶啦，有唔少嘅老字號、百貨公司同潮流品牌都喺呢度開鋪噶。跟住呢，會帶大家去東華門小食街，喺呢度我哋可以品嘗到地道嘅特色小食，而價錢亦都相當大眾化。行程之中呢，我哋仲會經過王府井天主教堂。晚餐就係皇家宮廷宴，我哋一齊試下做皇帝嘅膳食滋味啦。食飽之後，我哋就會坐車夜遊天安門。呢一日我哋嚟到故宮，故宮嘅前半部分呢係明清皇帝舉行大典嘅地方，而後半部分就係皇帝嘅寢宮，仲有數之不盡嘅珍貴文物，等我哋重溫皇室昔日嘅顯赫歷史啦。為咗俾大家可以親身體驗北京嘅傳統風貌，大家可以坐住人力車喺充滿舊日情懷嘅大街小巷逍遙自在咁觀光。南鑼鼓巷係北京最古老嘅街區之一，係中國唯一保存完整嘅元代胡同院落嚟㗎。之後我哋會去世貿天街廣場。呢度嘅夢幻天幕係全亞洲最大嘅 LED 電子屏幕，夜晚天幕仲會播出一啲特製嘅精彩影像添。正所謂不到長城非好漢，嚟到北京梗係要去長城做一個好漢啦。今次我哋就會登上居庸關一段，呢度周圍好似山水畫咁樣嘅景色，令佢被譽為燕京8景之一，所以喺自古以嚟，唔少皇帝都中意喺呢度欣賞景色㗎。北京食餃子非常之出名，所以午餐我哋會品嘗又大隻又多餡嘅北京餃子。要去明13陵，明13陵總神道就係必經之路，由石牌坊、大紅門、秘樓、石像生、龍鳳門等等組成，屬於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咁去北京又點可以唔去鳥巢同埋水立方呢？2008年北京奧運嘅開幕主場館鳥巢體育館，唔單止設計特別啊，淨係睇個外觀就知道佢嘅建築好花功夫啦。鳥巢附近嘅水立方就係國家游泳中心，無論係日頭定係夜晚嚟睇，都覺得咁有特色啊！呢一日呢，就會去北京天安門廣場，呢度係全世界最大嘅城市廣場。之後仲會去天安門西面嘅人民大會堂參觀，仲有國家大劇院，然後就會帶大家去品嘗聞名中外嘅北京烤鴨，傳頌得咁多年嚟鑽研烤鴨嘅煮法，佢嘅好味程度喺行內備受推崇。跟住我哋會坐船去頤和園參觀。佢係一座巨大嘅皇家園林同埋清朝嘅行宮，裏面嘅一樹一木都係經過當時一流嘅園林家精雕細琢。晚餐我哋就會品嘗中華茶膳宴。行程裏面梗係會參觀500幾年歷史嘅天壇啦，佢係明清時代帝王祭天、祈谷、祈雨嘅地方嚟㗎。喺路程之中，我哋會經過新中央電視台，電視台嘅設計確係別樹一格。午餐我哋就會食豐富嘅江南風味宴。之後就會坐返3個鐘頭飛機返香港。想發掘北京新舊匯聚嘅一面，梗係要揀美麗華旅遊啦！